你終於嚟啦！你嘅靈魂千方百計咁令你睇到呢一條視頻，就係為咗等我話你知，你應該醒啦。喺呢個進入心靈覺醒嘅時代，係千載難逢㗎。當一個人開始修心向內觀嘅時候，先至發現原來係本自具足嘅，咁先至係真正活着嘅開始。人生有兩次生命嘅誕生，一次係肉體出生，就好似嚟到呢個世界上嘅門票，而另一次就係心靈覺醒，咁先至係決定你到底有冇活過，又活得有冇價值同意義呢？大多數嘅人都困住喺第一次生命裏面，被習慣同慾望推住走，從未活出過真正嘅自己，就彷彿只係為咗完成債務同嗰啲緣分嘅輪迴，最終悄無聲息咁就被遺忘。極少數人會喺某一個時刻經歷震盪，看破重生，喺夢中醒嚟，讓精神回歸本體，唔再係外在嘅名字角色、標籤或者身份，而係如明鏡般嘅真我，生命從此綻放光明。王陽明講過兩句說話：人人自有定盤針，萬化根源總在心。每個人心中都藏住生命嘅方向，只係大多數人都迷失咗，習慣咗向外面揾答案，問老天，問命運，問父母，問占卜，但係就從未問過自己：我是誰？我從邊度嚟嘅呢？又要去邊度呢？外在越浮躁，精神清明嘅人就越能夠走得穩。佢哋眼裏有光，腳下有路，內心篤定，好清楚自己嘅方向。真正嘅向內求，並唔係遁入深山，而係喺紅塵中保持清醒，喺喧囂中穩住心神，喺慾望中唔迷失，喺紛爭中亦守住內心嘅嗰一寸淨土。精神歸位係從向外尋求認同、獎勵同意義，而轉向內嚟到挖掘力量，從渴望被愛變成懂得給予愛。人之所以攰，係因為精神未歸位，困喺人哋嘅評價裏面，就會活得小心翼翼，掛喺世俗嘅比較上面，就永不安寧啦。等到歸位之後，就會有咗內在嘅穩定系統，唔使羨慕他人，亦唔執着掌控，沉得住氣，安得了心，看淡輸贏，少做評判，明白每一個人都有佢自己嘅道路。精神歸位嘅標誌係由內而外嘅通透，情緒唔再主導人生，外界嘅聲音僅供參考，唔依賴亦唔困擾，內在就生出穩固嘅力量，真正主宰生命，獲得自由。正如禪師所言：明珠一顆，久被塵勞關鎖，今朝塵淨光生，照破山河萬朵。呢一粒明珠就係精神嘅核心，從未熄滅，只係俾塵世遮蔽。
接落嚟，我就話你知最容易令到精神歸位嘅5件事，睇下你做咗幾多件。第一件事係學會去寬恕你生命當中所有從未被寬恕過嘅人，去寬恕嗰啲你覺得呢一輩子你都唔容易能夠寬恕嘅人，寬恕所有嘅一切人，因為寬恕能夠釋放你嘅因果業力，寬恕係你累生累世都要學習嘅人生功課嚟。第二件事就係學會開始做自己熱愛嘅事業，因為最熱愛嘅事業就係你人生靈魂嘅功課。我哋身同心嘅存在，佢嘅目的只有一個，就係幫助我哋嘅靈魂去完成我哋每一個人喺呢一生嘅使命同任務。第三件事係開始去結交志同道合、與自己同頻共振、正能量嘅良師益友，與之為伍，共同成長，共同工作。因為人嘅成長係需要圈子嘅。當你呢個圈子每一個人都好熱愛學習，每一個人都自我改造、自我成長，咁你就一定會俾佢哋影響啦。第四件事係好簡單，善養自己嘅身心，將自己嘅身心變得更加純潔、健康。第五件事係將生命當中嘅每一件事，不管係好事定係壞事，都將佢當成係自己人生嘅考試題目，學會借事修心，通過你遭遇嘅種種事情嚟到去反思我哋嘅靈性，喺度提醒我哋做啱咗啲乜嘢，又做錯咗啲乜嘢呢？當下有無數嘅人生好奇怪嘅病，講得直白一啲，就係好多嘅疾病，其實係我哋內在嘅靈性力量想同我哋自己身體溝通，傳達俾我哋嘅訊息。我哋唔願意去聆聽自己內心嘅聲音，咁久而久之，就只能夠通過疾病嚟喚醒我哋每一個人。當你沉下心嚟做呢5件事，雜念自然消除，你就會發現光明自在心中。喺呢個時候唔再羨慕外物，因為你知曉自己就係宇宙嘅精華。精神歸位係接管生命嘅開始，唔再等待機會或者奇蹟，而係重建方向，錨定靈魂功課，能量就唔會被消耗，注意力亦唔會被瑣事所牽引。生活有咗確定感，源於內心嘅堅定。如果你聽到呢一度有共鳴，咁你就係喺覺醒嘅路上。真正嘅你喺穿越一切之後，仍然能夠回歸本真嘅自己。精神歸位係呢一生最偉大嘅回歸，令你從頭腦喧囂、情緒浮動、慾望沼澤中揾返自我，明白人生唔係嚟討好世界嘅，而係活出本具嘅清明同恢宏。我願你早日歸位，此刻就擁有整個宇宙。修行係在於心念，心嘅境界決定生活嘅世界，唔需要執着於虛幻，活在當下，過好每一日就最重要啦。我祝你腳下有風，心中有愛。